好多人總覺得香港人長壽係因為醫療好，其實醫療只係最後一道防線，真正嘅秘訣在於飲食習慣。不過呢幾年生活節奏太快，大家為咗方便，超市入邊隨手捉一包零食就開餐，好多所謂嘅美味其實藏住健康嘅陷阱。大家口中常講嘅垃圾食物，第一反應可能係公仔麵，但其實公仔麵如果少放啲油包，加個菜，加隻蛋，間中食一餐到，亦都未至於咁不堪。真正可怕嘅係下面呢6種包裝得靚靚，卻令你喺不知不覺中食咗一身病嘅零食。唔識嘅人仲日日買俾細路食，或者自己當下晝茶，真係喺度俾身體埋地雷。第一種我哋要警惕嘅就係明入邊帶派或者帶酥嘅嘢。去超市零食貨架睇一眼，咩蛋黃派、朱古力派、鳳梨酥、老婆餅呢啲嘢，聽落名好溫和，食落更加係口感一流，鬆軟到好似雲朵咁，或者酥到跌渣。好多人覺得呢啲係點心，下晝肚餓配杯咖啡啱啱好。但你有冇諗過點解呢啲點心能做到咁酥？秘密就喺起酥油入邊。為咗慳錢同延長保質期，廠家大都會用氫化植物油。呢種油喺加工過程中會產生反式脂肪酸，呢種物質最陰險。佢唔似普通嘅豬油能被身體代謝咗去，佢入咗身體就好似塑膠咁難處理。長期食，血管入邊嘅垃圾會越嚟越多，心腦血管出問題嘅風險直接翻倍。特別係屋企嘅小朋友食多咗呢啲含反式脂肪酸嘅派同酥，反應會變慢，記性亦會變差。老人家食多咗更容易記唔住嘢，增加患老年痴呆嘅風險。如果你睇到配料表入邊寫住代可可脂、植脂末或者人造奶油，不管佢叫咩名，其實都係一回事。能避開就一定要避開。第二種係嗰啲食落加崩脆嘅嘢。而家嘅果蔬脆片風好大，好多返工一族覺得自己平時唔食菜，買啲脫水蔬菜乾、水果乾，既能當零食又能補維他命，呢個簡直係最大嘅誤會。你要知道，新鮮蔬菜如果只係簡單嘅風乾，口感係硬崩崩、皺巴巴嘅，根本唔可能咁脆。為咗等佢哋好似薯片咁好食，廠家通常會採用真空低溫油炸，雖然名聽落高級，但歸根結底仲係油炸。呢種脆片嘅含油量往往高達30%甚至更高。你以為喺度食草，其實係喺度飲油。再加上為咗調味，入邊會撒大量嘅鹽同糖。對於有高血壓或者想減肥嘅人嚟講，呢個簡直係慢性自殺。好似乾脆麵、苗脆角呢啲就更加唔使講，全係精製麵粉加重油重鹽。呢種高鈉嘅零食食多咗會直接干擾身體對鈣嘅吸收。好多老人家骨質疏鬆，細路仔長唔高，往往唔係鈣補得唔夠，而係呢種垃圾零食食得太多，將鈣俾頂走咗。第三種最能呃人就係嗰啲名入面帶味字嘅產品。香港人平時中意飲甜飲、買嘢飲或者餅乾嘅時候，睇到包裝上印住新鮮嘅士多啤梨、芒果或者藍莓，就覺得呢個係果汁做嘅。其實你打醒12分精神睇一眼包裝，如果寫嘅係士多啤梨味飲料或者芒果味月餅，嗰個味字就係關鍵。呢個意味住入邊可能連一滴果汁、一點果肉都冇。你食到嗰種濃郁嘅果香，全係靠食用香精勾兌出嚟嘅。嗰種誘人嘅顏色係色素染出嚟嘅。嗰種甜膩嘅口感係各種廉價糖漿撐起嚟嘅。尤其是嗰啲果味嘢飲，純果汁含量可能做唔到10%，剩翻嘅全係水、白砂糖同埋一堆化學添加劑。長期將呢啲嘢當水飲，牙齒會壞咗唔講，身體長期處於高血糖負荷下，糖尿病同肥胖就會跟住嚟。咪俾包裝上嗰啲靚靚嘅水果圖案呃到嗰啲只係為咗誘惑你掏錢。第四種係好多人從小食到大嘅蜜饴同果脯、話梅、陳皮、薑片、芒果乾，呢啲喺香港嘅零食店入邊隨處可見。好多人覺得呢個係水果做嘅，總比朱古力健康，其實不然。水果變成蜜饴，要經過長時間嘅糖水浸泡同醃製，
為咗防腐同保持顏色靚，入邊仲會加唔少亞硝酸鹽、防腐劑同着色劑。你食一粒話梅，覺得酸酸甜甜好生津，但你可能唔知，為咗平衡嗰個酸味，入邊加嘅鹽同糖多到驚人。對於本身就有腎臟負擔或者血壓唔穩定嘅人嚟講，呢一種零食無異於火上加油。有啲劣質嘅果脯，甚至係用爛咗嘅水果切塊加工嘅，靠大量嘅香精同防腐劑掩蓋異味。雖然唔係話完全唔可以掂，但呢種經過深度加工嘅糖鹽炸彈真係唔建議常年累月咁食。第五種係小朋友最中意嘅果凍，果凍睇落晶瑩剔透、冰冰涼涼咁。好多家長覺得呢啲嘢冇脂肪，俾細路食冇關係。其實果凍根本唔係咩高科技產品，佢基本上就係水、增稠劑、甜味劑同色素嘅混合物。你喺入邊幾乎揾唔到任何對人體有益嘅營養成分，既冇蛋白質，亦冇維他命。仲麻煩嘅係果凍入邊嘅增稠劑往往會影響身體對鋅、鐵等微量元素嘅吸收。細路長期食呢啲冇營養嘅嘢，肚俾填飽咗，正餐就食唔落，長久落去會導致營養不良。而且果凍本身亦都有物理風險，每年都有小朋友因為吞食果凍發生意外。作為家長，真係要控制細路食呢啲純化學勾兌嘅嘢。第六種係嗰種口感軟綿綿嘅劣質火腿腸。真正嘅火腿腸或者午餐肉，肉含量應該係大頭，但你喺好多便利店買到嘅廉價火腿腸，一啖咬落去根本冇肉嘅纖維感，反而覺得粉粉地、綿綿地。呢種火腿腸入邊真正嘅肉好少，大部分係澱粉、大豆蛋白同各種模擬肉味嘅添加劑。世界衛生組織早就將呢類加工肉製品列為一級致癌物。呢類產品為咗顏色好睇會加發色劑，為咗保質會加大量防腐劑，為咗夠味會加超標嘅鈉。呢種高鹽、高熱量又冇營養嘅嘢，除咗提供一點飽腹感，對身體冇任何好處。其實食零食亦係一門學問，要學會聰明咁食。我哋提倡幾個簡單嘅原則。第一係睇配料表，越短越好。如果你睇到一個零食嘅配料表，好似化學實驗報告咁長，滿眼都係睇唔明嘅化學名詞，嗰個最好放翻低。真正嘅食物配料應該好簡單，一眼就能睇出佢係用咩做嘅。第二係揀原型食物，能食新鮮蘋果就唔好食蘋果乾，能食原味花生就唔好食花生酥。食物加工程度越深，營養流失就越多，添加嘅污糟嘢就越多。第三係揀啱時間食，最好嘅時間係兩餐之間，譬如朝早10點或者下晝3點。呢個時候血糖開始下降，你覺得有啲肚餓，食一啲健康嘅零食可以補充能量，防止你喺食晚餐嘅時候因為太餓而暴飲暴食。千祈唔好喺瞓覺前食零食，嗰陣身體都要休息啦，你仲塞一堆嘢入去，腸胃同肝臟都要加班工作，睡眠質量肯定差，肚腩上嘅贅肉亦會搶得飛快。第四係要學會區分你係真餓定係假餓。好多時候我哋想揾零食食，其實並唔係肚餓，而係因為壓力大、心情唔好或者係口渴。香港人生活節奏快，壓力大，好容易透過食甜食嚟解壓。下次你想伸手去攞朱古力或者薯片嘅時候，先停落嚟問下自己，我係咪渴辣？先飲一杯暖水，或者企起身拉下筋，行動一下。如果過咗10分鐘你仲係覺得非食不可，嗰陣再去揀嗰啲白名單入面嘅健康零食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健康真係唔係1日2日就能養成嘅，但生病亦唔係食一啖衰嘢就即刻出事。將嗰啲工業加工嘅工業油脂同化學香精剔除出你嘅菜單，你嘅身體自然會俾你最好嘅回饋。唔好直到身體拉警報啦先後悔，由下一代零食開始，揀個健康嘅吧。